嗱，碧桂園嘅物管嚇有備無患啊！即係其實咧講真，亦都唔係話碧桂園十里人灘先會咁做。今次可能係政府落命令，因為今次個颱風沿海板塊呢邊嘅受創可能最大嘅。即係今日朝聽新聞講咗下話，可能今次就係從惠州登陸。避嚟避去啊，避無可避啊！所以咧就依家現時收支啦，整啲該放低嘅嗰啲燈飾啊、招牌啊嗰啲該搞嘅就全部先放晒落嚟啦，免得即係發生啲意外。三期呢個萬田超市門口咧，之前有好多啲臨時商鋪啊、啲車仔嘅，因為大風天啊，正呢個位又係風口位。咁啊，就基本上該拆晒啦。即係始終依家可能基本上對於每個企業嚟講，依家係最後嘅呢啲10零小時啊。可想而知今次嘅風啊幾大啊！你基本上聞風喪膽啊，真係叫聞風喪膽。風未嚟啊，個個都開始有啲有啲敬畏之心。嗱，呢度咧提醒下各位喺十里人灘住戶嚇，如果有啲乜消防門，最好即係呢幾日時間閂埋佢，因為形成一個對流之後咧，會非常之大風，容易撇雨，亦都好即係嗱，大家聽下呢個風聲，聽唔聽到啊？一打開之後啲風特別大，即係建議最好日常就閂埋啦。講好嘅晏晝4點鐘先落雨啊，開始。有少少落啲微雨啦，跟住啱先有陣風吹下過嚟，依家就冇乜風，快啲返去啦。